大兴，你敢知影咱台湾上大的国际商港伫倒位啊？当然嘛知，就是咱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高雄港。讲到高雄港，我就要想要来问看卖，咱这摆的同学对高雄港的一捌有偌深？呀，大家听有无？听有听有无？大港是什么所在？打狗哦，高雄，高雄。高雄，高雄，台语，高雄。水啦！哎，恁要讲这个所在是对一个人去的？你看卖啊？葡萄牙，英国，就是英，英国，水，不然外国人，英国吗？哦，水，英国，哦，水啦！你敢知影这是什么所在？这个所在什么所在？这个好像三合院，英国领事馆，水啦！英国领事馆，哎，你伫台语嘛讲到介标准的哦。伊是伫咧高雄的英国领事馆内底石壁顶有写 VR， 你敢知这 VR 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维多利亚女王吗？对，伊顶有写台湾关帝界碑，安尼你敢知这种关界碑、关界碑是咧创啥？界限。哦，界限。怎样？不知道。是有一个界限吗？哎，英国领事馆的办公室，伊伫咧山骹，啊，这栋的官体伫咧山顶，是安怎分两个所在？不知道。运动。哦，运动。查看底下。哦，水哦。顺家，我发现啊，头拄咱爱问落来啊，就是同学因对打狗的人脉其实袂歹，啊，毋过啊，因对领事馆就无啥了解呢。对啊，看起来咱应该带来去实地看卖下哦。好，行。点下高安尼，啊，水，行，继续行。足侪楼梯，老一大堆关，哇！俊杰，你毋是讲要带我去领事馆，啊，想要咱安尼爬甲神道道来到这顶塔哈？我甲你讲，咱若是要讲故事，哪有无按头开始讲的道理对无？所以咱若是要讲港口，就要为港口的这拍明灯开始讲起啊。差不多是伫1860年代的时阵啊，大清帝国和外国的势力压迫啊，伊就开放着家人、淡水、安平、打狗4个港口，互大家来遮做生意啊。迄个打狗就是即摆的高雄港啦。啊，出入的船只是愈来愈济，愈来愈济，所以大清帝国就委托英国政府伫遮起一座的灯塔。啊，是讲你讲是大清帝国的时阵起的，啊，是安怎看起来安尼新变变哈？这是日本人后来到高雄想要发展，所以佮甲订翻呢。原来是安尼啊，无咱入来咧看卖啊。好啊，行。这个哪白？你忙摔落来哦。咱会变两粒干到安尼拎来，我甲你讲。这当时的人是足危险的呢，安尼白。这敢有限重几公斤哈？安尼我要先来。你的头爱细机卖弄着。我会说你。你个细机哦。风景足水的，为这个所在看落啊，真正港口内啊、港口外的船啊，拢看甲一清二楚呢。真正咧，足侪船仔的咧。高雄港啊，即马是全台湾上大的国际上港哦。上大的国际上港。其实啊，咱高雄港啊，会有即马遮大的规模啊，就是甲迄当阵设计的人，因的眼界真宽，有足大的关系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即马我要甲时空咧抽倒来100-200年前，高雄港唔叫做高雄港哦，自即马开始咱开始讲打狗港。啊无，我即马带来去坐渡船好无？好啊。咱对这边坐去到对面英国领事馆遐，你就当知影，迄当阵的人啊，对遮的地理环境观察有偌尔入味。遐总共有2栋的建筑物拢有伊的功能甲必要。船。这久无坐船啊？哇！你看，咱对只去的灯塔就离安呢。哇！啊，你有看到无？
一个平平的所在无？遐就是较早船仔来，拢会伫遐停泊啦，遐叫做扫船头，嘛是咱领事馆的起点哦。咱可会当沿路欣赏高雄港的风景，你看，遐阁有高雄市的市景，是足 romantic 一件代志啊！免入港，咱落船行来到遮啊，遮你敢知是倒位？扫船头。对，这就是咱最后伫船仔顶讲到的扫船头，还佫你下头看，咱拄则的灯塔就伫咧遐呢，足近的对无？来遮近啊！伫咧大清帝国的时期啊，扫船头其实就是阿兵哥咧徛卫兵的所在，也佫有海关啊、商行的仓库，嘛拢伫遮哦。你敢知影是安怎英国人要经伫这个所在起领事馆？卡路足好诶，对吧？这卡路百面好的啊，这港口呢，出出入入这么重要的所在，其实啊，是因为这有军队的保护，较安全，所以因就选择伫咧这起领事馆，也佫有仓库。来对我看，这栋，顶完是红色，这栋是毋是足水的啊？这就是咱所讲的英国领事馆。这领事馆经理这位是毋是足好的？你看，迄船啊靠岸，人若爬起来，这就是领事馆啦。对遐英国人来讲，是毋是足利便的？而且阵个我有发现哦，这个造景啊，哪亲像就是咧甲咱讲，迄当阵的时代发生过什么款的故事呢？这个台湾人啊，因就会照咱台湾的好食米来甲这外国人分享哦，什么好食米？这有红菇粿啦、草仔粿啦，是看起拢足好食款的。阿刀啊，看起来嘴软，强要顶来看。所以这台湾人来摕这物件来这卖，互因感觉足神奇的，因就想要试看卖下。啊，遐佫有咧食麻糍的啦。哦，看到这个造景，就咱了解到咱当时的台湾人，就甲外国人有足密切的交流啊呢。其实伫160年代迄个卡头啊，咱南部港口出口的量是北部港口的2倍，搁较加哦。安尼我想要要看卖，就是咱的南部的港口讲的敢是安平港，搁有咱的打狗港。对啊，咱南部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安平甲打狗。俊杰，他拄啊，咱咧街仔路咧问迄同学啊，迄个 VR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讲，搭毋伫内底，咱来看卖。哦，好哦。见，就直接遮啦，就美就伫遮，你看到无？哦，看无啥清楚安尼。来，我借你看。哦，真的呢，啊，这两个 VR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 VR 不是咱即摆咧看迄个实景迄个 VR 哦，这是伫个 Victorian era， 就是伫个英国女王 Victorian 迄个年代起的。啊，那是边啊这块咧？这个，咱来看卖，顶完写台湾关帝盖碑。啊，你敢知影这种碑是要创啥？我感觉应该就是采一个石头，啊，甲面底地分开开，安尼。你感觉伊讲会讲对？无对。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。咱来看。这关盖碑啊，通常会有几笪地哦，伊就围出一个范围。伊围甲遮大地啊？对啊，就是要预防一般的民众进入，所以你定地让伫海关啊，也是领事馆的附近看到，这块关盖碑后壁佫有更较趣味的物件，我找来看卖啊。好。就伫后壁遐呐，进来。好，行。等你甲看，我讲的就是迄啦。你看了遐一格无？你摇这是咧创啥？应该是咧种树啊。唔是啦，迄那迄个时阵种树啊，即摆树啊嘛拢生甲足大丛啊。哦，啊无这到底是啥物件哈？这是迄个时阵的拘留所。这恐怖！咧关人诶，其实啦，若是伫迄个时阵啊，伫迄个英国领事的这个范围内底犯罪，就有可能会当互掠来遮拘留哦。你嘛有关入来啊？啊嗨，这拄好啊！哎，也是咱要爬起来顶悬的关体看卖啊。无啥想要当。你莫遮笨蛋，行拢来到遮，你一定爱爬起来关体看卖啊！行。遮远，爱到上顶悬啊。对啊，爱爬起来啊！啊，拢石头啊做的楼梯呢，你有看到无？足惊的呢。啊，这条步道啊，其实是咧连接吼咱山脚这个领事馆，还佫有山顶的官体。哦，原来哦。因为迄个时阵啊，咧起领事馆的时阵，因拢会经伫会当看较远的所在。无怪咱即马爱爬到遮悬着。所以啊，伊才后壁较有改变。好，改什么会？伊甲领事馆办事处吼设伫咧山骹，啊，迄个中官的官体啊，较个设伫咧顶悬。所以中官家己较忝的就对啊。对啊，中官透早爱爬来上班，下班搁爬起。搁爬起安尼。哦，伊个有灯呢，不哩啊水哦。
俊哥，你看，咱行起来遮了啊，就会感觉到这个视野有够开阔的呢。当初时的领事啊，若徛伫这个所在，真简单，就会当看到这个船只出出入入的状况哦。除了无益啊，伊若伫遮掌握着所有出出入入的船，伊就会让伫军事上做出上有利的决策哦。啊，你过来看，这种官体啊，是迄时阵要起予中官带的啦。所以你甲看这个埕，花花草草种规堆，视野搁遮尔开阔，啊，搁迄个日头要落山，迄气氛唔知影偌好咧。这拢是迄个时阵要做中官官体必要的条件啊。俊哥，所以为这个所在，就当看出英国人啊，因的起厝是足顶真的哦。偌顶真。因就会去考虑到机能性，佮有战略性。这个所在因为是官体，所以因更加会去考虑到舒适性。为这个所在，就当看出迄当阵英国人啊，因为咱高雄港的势力有偌尔啊大呢。咱拄则咧问同学的时阵啊，我发现大家拢对这栋官体较熟悉。啊，你敢知影顶管这栋甲下骹迄栋有啥物共款，甲无共款的所在？我有发现无共的所在，一行起来我就看到这栋感觉像咧较虚花，啊有较侪无共款的砖塔。下骹迄栋像咧就比较较朴实小块。遮吼，佫有一个共款的设计，就是吼，伊这是英国人啊，为着要适合咱这种热带的气候，特别有这种瓦笼的设计。哇，龙的设计。这就是瓦笼啦，伊会特别留一条迄个走廊的通道啊，伊会让避免迄个日头直接照入来，也是落雨的状况。哦，无怪我头拄仔伫个下骹迄个领事馆，嘛发现这种走廊的设计呢。对啊，这就是因共款的所在。啊，不过俊哥，咱高雄啊，咱拢知影，唔是干那有日头做咩问题尔。系啊。咱佫有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空气啊，足湿淡的。这因哪有可能无考虑到？哦。你敢有发现？咱即马徛这个所在较悬，拄则遐较低啊。哦。就是因为因迄个时阵咧设计的时阵，就会根据迄个所在的山形地势来做改变，因就甲这规个拢降起来，降较悬的，就会让互空气流通啊，嘛解决着湿淡的问题，落雨嘛袂淹水。哇，真厉害！讲到涂骹底，伊这一间地下室足特别的哦。哦，安尼咱紧来去看卖啊咧。好啊。这个红地毯呢？位只？对，位啊。这就是我拄则甲你讲迄个足特别的地下室。啊无，你来讲看卖来好。对。你感觉安尼的地下室啊，伊会有啥物功能？我头拄第一个行来就是感觉哇，有够亮的，甲像像有开冷气安尼。所以应该也是会当解决到头拄有讲到湿淡的问题。哦，啊，搁有无？搁有就是，我感觉应该是会当做仓库来用啦。介有概念无？你讲的拢是这个功能呢。啊，搁有你感觉有发现，我安尼拢一直咧酷的，甲你讲话呢。真的呢？啊，会忝无？你啥要酷安尼？足忝的，我拄则有讲啊，英国人为着要适应这个山形地势，所以甲这江湖悬顶悬是平，所以才会安尼有的悬有的低，有的悬有的低，伊顶悬才会是平。所以为遮看起来，地当发现讲啊，英国人因咧起厝，其实对咱的地理环境拢有足深的研究嘛。对啊。打狗港就是高雄港，山骹是领事馆办事处，山顶是官体 ，VR 就是 Victorian Era，啊，关界边就是要甲一个所在甲围起来。建筑物的特色就是有江湖馆，佮有外廊的设计。山骹迄间地点较里边，山顶这间视野开较掌握精细。安尼大家拢知影。